Hello 啊！今日呢條片咧就會想同大家講下平均數嘅。咁呢一個平均數嘅計法咧，應該喺大家小學或者中一嘅時候都學過嘅。咁所以今次呢條片好快咁重溫一下啦。嗱，咁平均數點計咧？平均數嘅計法啦，就係首先將數據嘅總和，即係全部數據加晒佢，跟住再除翻你有幾多個數據。咁睇兩個例子咁就記得翻嘅啦。嗱，例如呢度3隻肉桂狗，第一隻賣100蚊，第二隻賣60蚊，第三隻賣200蚊。咁個平均售價係咩咧？咁個平均售價啦，首先我哋將佢加起晒，100加60加200，跟住再除翻，而家有3隻肉桂狗啦嘛，所以除以3，咁等於幾多咧？咁撳下計數機啊！咁撳計數機嘅時候記得咧，加翻個括號俾分子啊嚇，咁所以撳完機之後啦，應該係120嘅。咁記得平均售價，因為講緊平均每隻賣幾多錢，咁係要有單位嘅。咁啦，咁就計完啦。好，咁第二個例子咯喎。嗱，今次呢度有5隻肉桂狗，第一隻7kg 啊，第一隻嘅體重，第二隻有9kg，第三隻4kg，跟住8kg 同7kg。咁呢5隻肉桂狗嘅平均體重又係幾多咧？咁首先第一步加起晒佢先，7加9加4加8加7，再除翻幾多啊？嗱，呢度有5隻啦嘛，咁所以除翻5啦。咁又撳下計數機咯，都係啦，記得撳機嘅時候加翻個括號啊。咁個答案咧就會係7kg 啦，都係啦，記得寫翻單位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希望透過呢條片啊，大家溫翻平均數係點樣計啦。咁喺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學除咗平均數以外，其他嘅另外2樣嘢嘅，咁就上堂再講啦。今日去到呢度先，拜拜。